国人常说的一句话：上帝赐予葡萄，我们用心智把它变成人间佳酿。酒的尊贵在于严格精细的酿造。酿酒的葡萄为什么要小颗的，然后皮厚的？就是因为葡萄酒的香味都来自葡萄皮，并不是葡萄本身那里面的肉。承袭欧风酿酒技术，从葡萄供应商转做酿酒，酒庄第2代负责人陈清溪带我们探究酒的奥秘。这个酒在这里面的话，就是它就会呼吸嘛，然后我们大概是3个月到4个月，就是要打开补一点下去，因为它会跑掉。哦，那个国外叫天使的配额。都是被天使喝掉了，其实不是，对，它其实是蒸发掉。橡木桶里摆放的是2003年开始采收的葡萄，结合轻、中、重烘烤程度，酿出不同层次口感。我们喝这个红酒哈，因为它在木桶里面陈年哈，所以我们要醒酒哈。你现在看闻一下，跟刚刚的香味就完全不一样哈。它会变化。品酒如同品尝人生，而为了坚持好的品质，这间3代经营的酒庄以红土墙和地表铺成实力，是恒温恒湿的重要关键。像我们来到地窖有一段时间了哈，我们感觉很舒服这样哈，甘公用哎，感觉如何？甘公用哎，董叔送。其实很舒服，这跟你们的环境控管有关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酒窖哈，里面都是恒温恒湿哈。一瓶瓶酒在昏暗的灯光中闪耀出淡雅光芒，似乎要把人们深藏心里的记忆一点一点的唤醒，透过舌上每一个小小味蕾重新释放。相较于欧美，台湾的酿酒技术起步比较晚。品酒文化市场规模没那么成熟，但就像是美酒近代陈年释放醇香，这个位在台中的酒厂相信，假以时日，他们会豪气走向国际。甘公用董松送，甘公用董松送。